只要个一头吹一头来老乡啊。初三，出门有请到过此地，金毛军人调西林落日，林子人为家很难消，把他就打一顿不承鸟，是个送的风不起，直到毛家张望女妓将阳道。可此爱必定有情，司马军在美风得我十多计，为是林子人表明中女心内调，我要仔细大口来吐妙。要弄明白，如今的事要扎死想你动身为个父母，他上下为子民是理由，
为了贵妇的爱，不行，不无闹公堂，我太子其中是王。满杯一相去，秦少君要送出发杯新娘，是狗八字本。真凶心，只怕此爱将来岂能续长？懂哦，你气嘛这过气，但是我还我不孬。什么？那7个当中，你要答应我3桩金头。你为条件了？3桩事，3桩。好，请教吧。只要这个3桩你答应得了啦，你来得亲，起得名，你起好金。好，请说吧。好，怎么懂哦？你听好。要将我们为所见的毛起户，让我们里不谈，要你到毛国妻子这里谈。为什么呢？为的说，那名人不可惜事。要你把资本来摆正。要弄总办令之位，那干你今早起来，懂我？毛起虎要判你毛皮。怎么了？要他开正门，千年节。开正门迎接我，多开正门接我。那么一定要接喽。我还是瞎猜猜，个作兴不接你。我是个活动啦。那么接到里头来叫，要顺意，你在事当中，懂我求你莫图这悲壮游。第一桩不要吃酒。他一定要请我喝酒了。我还是瞎猜猜了，做兴不不能吃你。如果要叫你吃么，你当心哦。酒能成事，酒能无事，成事个蛮少了，无事个蛮多。好吧，第二桩，第二桩，对吧？第二桩，大事。非为必，第二桩是要判你毛皮的。
也要判侬说东西没？老虎的啊，侬做七品正当么可惜个。侬个学问介好，我好好教，侬只要拿牙上恩子侬办。将来嘛，我恩啊也走到本庄，要提拔侬，侬只有我做得特效。将来嘛，把侬做一个四品王当。哦，那么懂哦，侬要记牢。侬要想做四品王当，侬连八堂啊吃不上，懂？你千万不能偷虚用。这个第二章要给我做高官，做四品王当。第三桩，到两桩大事能举手，马最后他第三桩跟大兄红子红的长水中，你不能